你可能會以為我喺度評論緊邊個啱邊個錯，其實唔係，我只係想講戰爭下嘅任何人都好慘，無論係邊個掌權，無辜嘅人先係受害者，尤其係女人同細路仔。戰爭之前，以色列女性已經面對唔少困境，佢哋參與政治嘅機會有限，好多法律保障仲未做到真正平等。軍事上雖然要服兵役，但好多職位同決策層仍然唔俾女性參與。日常生活入面，女性面對性暴力、家庭暴力，社會同政府雖然提供支援，但好多時候解決唔到問題。佢哋要承受生理壓力、家庭責任同社會期待嘅重擔。喺2023年10月7號，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，造成1200人死亡，包括好多女性同細路仔，大約250人被綁架，其中大約65名係女性。襲擊之後，女性要面對直接嘅暴力威脅、生理創傷同社會責任疊加嘅壓力。對掌權者嚟講，戰爭就係揾個敵人嚟打，要證明自己好勁，好似人命係佢哋嘅籌碼咁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戰爭唔只係單純嘅民族問題，而係掌權者用戰爭去維持自己權力嘅表現。每一粒炸彈唔止摧毀房屋，佢哋嘅生命、佢哋嘅安全都被奪走。喺當代社會父權統治下，男掌權者依然用暴力去爭權圈領地，政治男性嘅對抗令平民成為生存代價。我唔會支持任何政權，我只會支持想活落去嘅人。